今年宜兰头城的唱歌会伫9月初2举行哦，也毋过最近有民众是主张讲唱歌应该爱改名，也毋过有地方人士是认为无必要。 伫高条顶悬抹牛油选手是拍拼对顶悬背，爱抢上来赶顺风旗，赚大条的奖金。头城的唱歌是传统中原民俗祭典，今年要伫9月初2举行，但有民众四界发传单认为应该改名。他就四处花嘛。传单顶悬写讲唱歌的歌应该改做酒字边的歌，因为这个歌伫古字的原意是美食含美酒，改名更较符合活动的意义。本地活动名是有抢高分野鬼的意思，但都毋是活动的目的。 这个传单伫地方嘛引起真侪讨论。我们从台湾的史书上可以找到根据，就是260年前的续修台湾府志嘛，所以这个字绝对不是我们宜兰的先民不认识字乱抓的字。一寡文书工作者是反对改名，认为讲这古文的本意是酒，唱歌的意义应该是要互高分野鬼抢食，若是改名变做抢酒，并无妥当。而且本地活动名已经使用要300档，古籍拢有传承的意义，无应该改。是用的习惯的，好，那大家如果说专家学者对这个是有认为说，这个是有一点建议一种看法。 那我们是给予尊重嘛。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讲，本地活动名已经用到真惯势，对改名的诉求因尊重，但是因为今年相关活动已经开始，要改嘛袂赴。未来若是讲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来背书改名，协会嘛是乐观其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